来看美国总统大选倒头剩剩11天，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去到共和党的票仓德州来造势，歌手碧昂斯嘛来甲贺锦丽徛台。共和党的候选人 Trump 嘛是伫咧德州来造势，继续批评民主党的移民政策。根据上新的民调，因两个人的支持率拢是48%，无输赢，唔知啥人会选掉。Here as a celebrity, I'm not here as a politician. I'm here as a mother. 流行乐坛的天后碧昂斯伫高雄休斯顿呼吁选民踊跃投票，捍卫得来真无简单的身体自主权。伊介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出场，全场支持者也自由飘鼓来迎接。德州是共和党的铁票仓，贺锦丽强调，这是川普对台禁令上严格所在，呼吁人民找回家己的权利。这场活动有女明星创业家杰西卡·艾巴徛台作讲，已经91岁乡村家传奇歌手威利·尼尔森出唱歌，要地方妇女以及妇产科医师讲到严格对台禁令，会让有心的国人人甲医疗人员处在险境，凸显美国人的权利甲自由是非常的危急。另外一方面，川普这边是伫另外一个德州的大城奥斯汀出席活动，一直拍移民牌，佮在讲出美国是世界粪扫桶这个煽动言论，也参加上届联盟的播客节目《乔罗根体验》的录制，所以严重耽误了后密西根州的造势行程。伊伫造势活动中，对这等伊真久的支持者大大批评贺锦丽。You know where she is tonight? She's out partying. So Israel is attacking. We got a war going on, and she's out partying. 美国广播公司甲伊所普民调显示，半数登记选民认同贺锦丽引用白宫前幕僚长凯利的话，讲川普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讲法。今日两人的全国支持率拢是48%。美国老牌媒体《华盛顿邮报》是拍破30多年的传统，外国替总统候选人来挂保证。根据了解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原本拍算支持贺锦丽，不过后伊的头家贝佐斯干预接法庭。公司新闻，施惠中编译。